请问台语会用好康来形容好机会，啊，为什么会安尼用呢？哦，好康诶，从来捌想过呢，为什么叫好康啊？好康咧就是讲一个足好的机会，但是还未实现。啊，你即嘛有好康的，我报你一个好康的，对，就报你一个机会，互你，我报一个好康，互你去谈。嘿啊咱的意思是安尼，是代表，但是伊是还未实现。嘿，一个未来的物件。是啊，所以恁的答案是，我有答案啊，我的答案是啥话？是 A，放着好物件。那你换一下。机会来哦，来，换你呐，好动歇还是好的火车位？阮的答案是嘿， B，代表好的动嘿。好，咱即嘛吼，恁就是去超级市场，还是去百货公司买物件都有。啊，毋过古早的人，因拢爱家己去上山顶拍蜡，还是讲去掠鱼。吼，啊，毋管你伫山顶的洞穴，一个洞坑小块的坑，还是讲迄个海林，吼，当时咧迄个掠遐个鱼仔嘛，有当时会密起来，迄嘛是空吼。啊，所以有当时你若较好运，你会当一空掠双只，即个日克仔话叫做好空，别人的可能无遐好空吼，所以我一空较好。